这文旦啊，这文旦啊，哦，这台文旦就个这个哦，我明我金哦，这他们特别好，没事啊，我靠的哦，这好用，伊我这好用。哦，伊我油也好用哦，小炒糜安尼，炒糜哦，伊我油也好用哦。哦，安尼菜啊，一配啊，生，那个船迄个油啊油个，啊像迄个，啊像迄种油个，啊手割着忙，迄细人直接抹小头，小细个哦，哦，较好用，啊面小细，较袂贵咯，较好用，哦，迄个油啊才好用，哈哈哈，啊，我们背较水啊，哈。这味道啦，这味道生打会变啊，唔免味道啦，生，揪伊，本来都大支的，这大支足粗的，这种揪伊粗的，缩小变成这么一农历二月啊，农历二月啊，农历二月的时候种秋葵啊，秋葵农历二月的时候种，秋葵尾巴，值日尾割了，农历二月的时候种，唔免压水哦，唔免压水哦，唔免伤压水哦，唔免上农药哦，才好。秋葵啊，味道，值日尾割诶，有小型品种，也有大型品种。